Awaku patulasan nomako maola iti suana mimamang kakutua kasiwala oterang iso tohakaka arauhan ako sorikor sa tokiso rarom sa kumaruto utangit nomako toromi ato dadaya awa kumasi ada isa tuana oponto awaku patulasan nomako maola iti suwana mimamang kakutua kasiwala toterang iso tohakaka arauhan ako sorikor sa tokiso rarom sa tumaruto utangit nomako toromi ato tataya awa ko siniyata oderang nomako tohakaka男朋友。Apa contoh? Nu tabalong kinaalam yun? Oh. Niya pa ito gusto mahintayin ng pumyo niya. 好，好， Makasagay nun niya pa sa hiway. 然后刚刚尹娜说这首歌呢是他们在那个少女的时候呢欢送他们的男朋友或者是先生这样子，而且呢这首歌呢是他们自己在打班弄这个地方呢就常常传唱的。对，可能在其他部落有没有传唱，这个我是不知道。他们说这首歌是他们在这里他们创作的歌，这样子。对，而且这个歌词呢，就是思念他的另外一半，所以呢，他就歌词里面呢，下一回我把歌词再给你们，因为刚刚我没办法说把那个什么，他们每一个句子呢，可以听得很清楚，这样子。对，而且这首歌呢，也是他们刚刚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的这首歌，所以呢，有些歌词我想说，之后这个活动结束日之后，如果说我把它再逐句的听了之后，我再把华文的部分再配上去，让大家知道。好。我刚刚有听到一些歌词啊，就是他有讲到当意思吗？就是忙意思就是。对啊，思念啊，那是一种思念，对。然后流泪嘛，每天晚上好像都会在思念他，然后还有马拉路。对啊，思念。就是对我真的是思念，但是它是很深的那一种，然后每天每夜，对，然后又动了感情，流了眼泪，这样子。因为他们会唱这首歌，就是尤其是因为欢送的时候都是在晚上的时间去进行，不是在白天，都是在晚上。然后呢，在晚上的时候就大家家族里面就这样子团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有一种之后的一种欢乐的一个节目，所以呢，有些他女朋友就会唱这首歌送给他的男朋友，对，好，来我们再唱一首，也是当兵的哦。然后我相信尹娜他们也知道了，只是因为临时叫他们要阿咩好嘛对吧？嘛今天做喏，把东西做喏，嘛係第你有使好嘅今天。對，
刚刚尹娜呢，他们那个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嘛，去欢送他们的男朋友，还有他的先生这样。我们呢，我们要唱的呢是更早的，说更早呢是在日治时期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听到的唱歌这个呢是叫五塞红爱，然后他年纪好像82岁，对，然后呢我们就跟他学了这首歌，然后呢，其实在他的那个年纪呢，听说是比他大3岁5岁常唱的歌这样子，而且是在那个时候呢，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在日治时期呢，一出去了就真的就很少人会回来这样子，对，所以呢，他这首歌呢，前面呢是有日文，然后后面才有那个板站的歌词，然后呢后面又加一个日文。可是呢，我们在问的时候，其实它这个旋律呢是传统的旋律，只是呢，他为了要欢送他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先生呢，就会加了当时他们学习到的一些日文，然后注意。好，我们唱。这个是一般我们这样子当兵的时候会唱的歌，还不是每一次都唱哦，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它有很多类型，哦，对，好，有谁看？啊，空呀哇索贝兹盖，空梅贝戴农米桑，诺雷哟，嘎兹基嘎皮马西。大哟，高吉拉诺达欧拉，高拉诺多麦古德勒诺纳莫，阿伊斯多伊诺马罗欧拉。Dewa Dewa Sayonara Dewa Dewa O Sayonara Kondo Aoka mo wakaremasen。好，是这样子。你看，从它的旋律就有一点。我们可以从旋律就可以听得出它的那种哀乐的那种氛围在里面，不需要有很多的一些歌词。但我还是要讲，我日文的那个部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只解释那个主语的部分有三句。然后第一句呢，他说“高吉拉努达欧拉我敌人那么说”，就像说他这个句子呢，就是说。你要像那个达欧拉的木头是怎样？它是很有韧性的，所以呢，你要在你进了心中的时候，你要像你的身体就要有那种达欧拉的那种韧性跟柔软度的。然后第二句呢，不是，然后那个读麦哦，对，你要像熊的那个爆发力力量。其实他是说，你要像熊的筋骨一样的那么强壮去面对战场。然后第三个句子呢，就是说，你在那个枪林弹雨的过程里面，你要好好的记得家里面有这么一个人在想念着你。你在面对这些枪林弹雨的时候，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呢，这首歌是在我们老妈那边采集到的歌谣，所以我相信每个部落都有这样子的歌谣，只是说有时候因为像他们一旦他们越来越年长了之后，就把这些很珍贵的一些以前的过往的歌谣或者是历史呢，就被他们带走。只是像我们这一辈呢，我们只是把它学起来，然后继续把这些过往的，不管是过往的历史，或者是事件，或者是他们情感，透过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嘴巴，继续
把这样子的情感，尤其是这个情感是在部落来讲，它是一种共同的一种记忆或者是共同的情感，所以想把这个情感继续传递到给下一代。而且因为我们学了各种不同的歌，然后我记得我一开始学的时候。